专门让人认识天文地势的南宁天文馆，在春节期间无休困，迎接虎年到来，特别推出春暖花开、福到虎星高照系列活动。这名内底也就是生肖有虎，也就是虎的谐音。初一到初六期间，拢会当免费参观天文馆。今年我们的天文馆呢，响应我们今年的虎年哦，所以我们从初一到初六，在这6天呢，只要你的生肖是属虎的啊，另外还有呢，虎哥、虎妹哦，你的名字是有虎或是有福的，那么都可以呢，这个凭着你的简单的证件，那么就可以呢到我们的天文馆免费呢，那么入场，那么到天文这个展示馆。那么完全免费。新春期间到南宁天文馆，会当欣赏到专台唯一的3D 球屏星象剧场。另外，初一到初六，每天拢有包含魔术表演、剪纸体验、春联手处等无同的主题活动，和亲属做伙参加。天文馆其实在这几年来，我们的同仁呢相当用心。其实里面呢有3D 的这个所谓这个星球啊。那么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影片，这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的这个向往啊，可以有朝一天呢，也可以搭上这个太空探险到这个外太空去啊。我想这个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很棒。那另外当然我们还有系列的现场挥毫。那另外我们天文馆的同仁呢也制作了那个类似像桌游的这一种大富翁的这个。玩具可以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呢学会天文的这个知识。南宁天文馆春节无休困，活动是相当的精彩。配合防疫规范，来参观的民众爱专程挂水安，同时配合量体温、实验者等规定，让春节出游欢喜又个平安。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